各位觀眾，歡迎收睇 DC 頻道。又到一年一度嘅賞櫻季節啦，唔知今年大家睇咗櫻花未呢？如果你本身好中意櫻花嘅話，就要盡快去睇啦。今日係2025年嘅3月24號，我就去咗曼城 Stratford 嘅 Moss Park 拍咗一啲片俾大家睇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住幫手免費訂閱呢個頻道，跟手俾埋個 like 同埋 share 條片俾中意櫻花嘅朋友睇就最好啦。喺 Moss Park 呢度呢，我哋就見到5棵開得非常之燦爛嘅櫻花樹，微風一吹之下，櫻花花瓣徐徐咁樣落喺地上，恕我講得誇張少少，簡直係人間仙境啊！可以喺一大片草地之下坐喺地上，慢慢咁樣欣賞櫻花，係移民英國港人嘅一大福利啊！淺藍色嘅晴朗天空配住粉紅色嘅櫻花，綠油油嘅一片草地，隨手拎起個手機都可以影一張 wallpaper 出嚟，簡直係賞心樂事啊！趁呢個機會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，小弟就嚟咗英國大概有半年嘅時間，出咗好幾條片呢都係關於移民英國噶啦，但係喺每條片嘅留言欄呢，都總有人大放厥詞喎，講到移民英國又係送死又乜又乜。無可否認，喺英國有好多嘅地方都唔及香港咁好嘅，例如治安啦、交通啦、社會上嘅整體嘅效率啦，暫時嚟講呢都好難同香港有得比嘅。但係講到生活嘅節奏，喺呢度買到嘅食材啦、小朋友讀書嘅環境、言論同埋思想上嘅自由，呢幾方面真係完勝香港嘅。如果你問我移民咗過嚟英國半年，有冇後悔呢？我就會話俾你知，我真係好後悔，後悔嚟得太遲啊！我明白對好多人嚟講呢，要作出移民英國呢個決定呢並唔容易嘅。如果去到2025年嘅呢一刻，你仲係猶豫緊係咪移民過嚟英國呢？大家就不妨睇翻我之前拍嘅呢條片，題目就係2025仲猶豫緊係咪移民英國，10件事大家一定要知，連結就放咗喺資訊欄噶啦。大家有時間嘅不妨睇一睇啦。嗱，講翻賞櫻啦，如果想今年睇到櫻花嘅話呢，就記住找緊機會啦。因為今日睇呢，都見到有啲櫻花已經開始凋謝噶啦。而家片段所見呢，就係 Moss Park 門口嘅一棵櫻花樹，上高嘅櫻花呢都開始凋謝啦。錯過咗櫻花盛放嘅日子，大家出年都可以再睇過，但係錯過咗 BNO Visa 呢個咁優惠嘅移民政策，當落閘嘅時候就可能冇得翻轉頭噶啦。無論如何，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啦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